1950年世界盃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一屆世界盃，亦係戰後足球重新出發嘅重要象徵。上一屆世界盃已經係1938年之後，因為戰爭停辦多年，到1950年，世界仍然未完全從戰爭陰影中恢復，但足球重新聚集各國，巴西成為主辦國，而獎盃亦正式改名為雷米金盃，以紀念世界盃創辦者朱爾斯雷米特。巴西當時正處於一種民族自信高漲嘅氣氛之中。二戰後，巴西遠離歐洲戰火，相對穩定，國內經濟同民主氣氛有所發展。政府同民眾都希望透過世界盃展示國家力量，尤其係位於里約熱內盧嘅馬拉簡納球場，更被視為巴西國家理想嘅象徵。呢座球場原本計劃成為全世界最大足球場，可以容納超過20萬人，但到賽事開始嘅時候，仍然未完全完工。即使如此，馬拉簡拿仍然成為今屆世界盃最重要嘅舞台。今屆世界盃共有13隊參賽，總共踢咗22場，總入場人數達1045246人，平均每場入球為4球。神射手係巴西前鋒阿迪美亞，射入8球。今屆最大特色係冇傳統淘汰賽同冇正式決賽，賽制分為小組賽同最後4強循環賽，最後由4隊以小組形式爭冠。換句話講，冠軍唔係由一場決賽直接決定，而係由最後循環賽成績決定。不過，由於巴西同烏拉圭最後一場直接決定冠軍誰屬，呢場比賽後來被視為事實上嘅決賽。英國球隊終於正式加入世界盃，英格蘭、蘇格蘭、威爾斯同埋北愛爾蘭一同參加外圍賽，令世界盃第一次見到英國足球全面接觸國際足協賽事。不過情況並唔順利，英格蘭以英國區外圍賽首名取得資格，蘇格蘭雖然亦都有資格，但因堅持只有取得首名先參賽，最後拒絕前往巴西。土耳其、印度等雖然取得參賽資格，亦因唔同原因退出，令到決賽周隊伍比原定少。巴西首戰面對墨西哥，雖然馬拉簡拿球場仍然有施工痕跡，觀眾甚至要穿過混亂場地入座，但主隊表現強勢，以4-0擊敗墨西哥。巴西攻擊線充滿速度同技術，阿迪美亞成為焦點人物。佢身材唔算高大，但係爆發力強，走位靈活，射門果斷，被昵稱為 Quesada。巴西球迷開始相信今屆冠軍已經離自己非常近。衛冕冠軍意大利嘅情況完全相反。意大利曾經贏得1934年同1938年嘅世界盃，但到1950年已經元氣大傷。最重要原因係1949年蘇佩加空難，都領隊多名主力球員遇難，而呢批球員正係意大利國家隊核心。意大利帶住沉重心理同削弱陣容坐船遠赴巴西，體能同準備都受到影響。第一場面對瑞典，意大利以2-3落敗，呢係意大利世界盃史上第一場失利，亦象徵戰前王朝正式退場嘅。今屆其中一場最著名嘅爆冷係美國1-0擊敗英格蘭，被稱為貝洛奧里藏特奇蹟。英格蘭被視為現代足球發源地，當時外界普遍認為佢哋理應輕鬆擊敗美國。美國隊大多由業餘或者半職業球員組成，陣中有洗碗工、教師、殯儀車司機等背景球員。但比賽中，美國憑蓋真斯嘅入球領先，之後靠頑強防守同門將發揮守住勝局。英格蘭全場壓住嚟攻，但係始終未能夠破門啦。呢場比賽成為世界盃史上最大冷門之一，亦打破英格蘭足球不可一世嘅形象。南斯拉夫亦都曾被視為有力挑戰者，早段表現出色。不過佢哋對巴西之前遇到意外，球員米迪治喺球員通道撞傷頭部，要縫針包紮。比賽開始時，南斯拉夫被逼10人應戰，巴西迅速打開紀錄取得優勢，最後以2-0擊敗南斯拉夫，成功晉級最後循環賽。呢場勝利令巴西更加被視為奪冠大熱門。最後4強循環賽由巴西、烏拉圭、瑞典同西班牙角逐。巴西喺呢階段展現出近乎表演賽級別嘅攻擊力。對瑞典一戰，巴西大勝7-1；對西班牙，巴西再以6-1取勝。馬拉簡拿球場內歌聲、歡呼、森巴節奏同入球浪潮交織，巴西全國幾乎已經相信冠軍必然屬於自己。阿迪美亞、茲仙奴、查爾、
弗里亞卡等攻擊球員發揮出色，令巴西被視為世界上最具娛樂性同破壞力嘅球隊。烏拉圭嘅道路就完全不同，佢哋第一圈只踢一場8-0大勝玻利維亞，但到最後循環賽先真正受考驗。對西班牙，烏拉圭一度落後，最後靠隊長奧比杜利奧華利拿嘅遠射打和2-2。對瑞典，烏拉圭再次陷入苦戰，先落後1-2，最後憑古捷亞同米基斯嘅入球反勝3-2。相比巴西嘅華麗足球，烏拉圭展現出嘅係韌力、紀律同心理強度。最後一場巴西對烏拉圭之前，形勢對巴西極為有利，巴西只要和波就可以成為世界冠軍，而烏拉圭必須贏波。全國早已經準備慶祝，報紙、球迷甚至部分官員都認為巴西必勝㗎啦。球場湧入接近20萬人，氣氛似加冕典禮多過比賽。巴西球員亦都承受巨大壓力，因為所有人都覺得冠軍已經屬於巴西。比賽開局，巴西主攻，烏拉圭堅守。下半場開始後，弗里亞卡為巴西先開紀錄，馬拉簡拿陷入狂歡。烏拉圭隊長華利拿冷靜控制節奏，故意拖慢比賽，令隊友從壓力中恢復。之後，烏拉圭開始反擊，先由史基亞芬奴追平1-1，巴西仍然可以靠和波奪冠，但氣氛已經開始轉變，球迷由狂喜變成不安。比賽末段，基治亞喺右路突破，面對巴西門將巴保沙喺近處位置射入致勝一球，烏拉圭以2-1反勝巴西。後場突然陷入死寂，呢場失利後嚟被稱為馬拉簡拿慘案。對巴西而言呢，唔只係一場足球敗仗，而係一次全國性創傷。原本以為必勝嘅冠軍夢喺主場破碎，巴西足球從此背負沉重心理陰影。巴保沙之後長期被指責，甚至成為失敗代罪羔羊。佢嘅人生深受呢場比賽影響，多年後仍然被認為係令巴西失去世界盃嘅人。呢種責備帶有不公平甚至種族偏見成分，反映足球失敗有時會被社會轉嫁到個別球員身上。另一方面呢，巴西亦因呢次失敗改變球衣傳統，原本白衫被視為不吉利，後來逐漸轉為今日著名嘅黃衫綠邊藍褲白襪形象。烏拉圭則憑住紀律、防守、冷靜同心理質素，再次成為世界冠軍。佢哋並唔係今屆最華麗嘅球隊，但喺最關鍵時刻展示出成熟比賽智慧。今屆世界盃證明，足球唔單止可以靠進攻同天才取勝，亦可以靠組織、防守、耐性同抗壓能力贏得冠軍。